乡亲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詹伟民。21世纪短短20多档的这个时间内底，台湾社会发生真大这个转变。上主要，咱咧讲脱离威权戒严10几外档了后，这些公民团体和民主教育的培养之下，建立了公民的意识。公共议题嘛开始互人来讨论。台湾人呢，自觉到生活环境甲制度爱开始来改变，互社会追求公平正义的这个进度嘛，搁较紧来推展。今日咱要来小解一出由公司制作自信台湾21世纪之路纪录片，要带大家回顾甲讨论过去20多档人甲生活土地关系。除了有反省，嘛有整个社会觉醒甲转型，嘛算是当代台湾青春的记录。做回来看，这个世代写好台湾的精批。让小朋友知道台湾这块土地有在发生什么事情，知道身边的大人在做什么事情来保护他们。就是民主化之后，其实有很多议题是在抗争，接下来其实是正面创造一些事情。所谓的本土化，不是应该要先从认识自己周遭的环境去开始，然后我们才能谈所谓台湾的本土意识。徒步环岛过后，所有地理课本上、历史课本上看到的名词，全部就出现在我眼前，我就会担心这边的人事物，我会想去关心。我的台湾价值在这个时候开始出现。人类历史的前进不是有一个人跨了100步，更重要的事情是很多人一起跨了1步。台湾的特色跟我们台湾的价值，其实就在于说，我们有非常多元性的文化，而且我们的包容力事实上非常强。如果台湾就像是制作《聆听花开》这件作品的精神，那有多好？每一个人拿出他最好的专业。那我们既然要做一个很在地的东西，我们就来想说，什么是属于台湾的恐怖？从土地为主体来重新思考台湾呢，其实我们更有条件在整个垂直带上面呢，去面对世界。对于台湾的定义，不应该已经被固化，因为台湾本来就是一个移民的岛，每个人家族都是一个移民的历史。性别平等教育推动的是让这个社会每一个人都可以比较自在的，而且比较公平的享有他们的权益跟生活。我们不会否认传统的社会价值，那我们的祝福还是一样。当你如果认同你存在这里生活的土地价值，或者你在这里的文化价值，我想你就会确认说，我们做这样的选择是一件对的事。我们没有悲观的权利，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台湾。我觉得持续做，台湾就有希望。拄则看完这个纪录片吼，短短几分钟的时间，真正是看无够了吼。伫这个正月初5的时阵，伫公司台语来会完整来播送啦吼。伫这咱要先邀请到咱坐来宾啦吼。第一位是咱导演王志成。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你好。第二位咱邀请到千里报道协会副执行长徐明谦。主持人好，大家好。第三位咱邀请到鸭草专栏经理王希。主持人好，大家好。第四位咱邀请到中华民国工业设计协会张汉玲。主持人好，大家好。是哦，咱就真正要来请教咱的这个导演啦吼，这个纪录片咱开偌济时间去规划啦吼，啊，尾来这个成品特别伫正月初5，伫咱公司台语来先来播送啊。迄当阵是用这个台语先来播送，正月18时阵就伫公司频道来做伙来放送啦吼。首先，咱就要先邀请你来讲一下，这个开偌济时间来做这个规划。总共所用的时间差不多是差8个月吼。今年3月初的时阵，制作人打电话甲我讲，
想要做这个纪录片，关于这21世纪这20年的这发生过一寡代志。是。啊，所以阮迄阵开始想讲，这个节目要安怎制作。啊，头前用差不多2-3个月时间，甲咱一寡顾问吼开会讨论，啊去找一寡资料吼研究，看要安怎制作这个节目。啊，慢慢发展到咱这个所想到的可能的主题吼。啊，什么人会用接受访问？是吼，啊，采访的对象等等。啊，实际上，阮出去翕的这个时间是差不多5月底，吼，4月、5月就开始啊，因为有真侪咧发生中的代志吼，咱来马上去记录，因为发生过就无啊，真侪事件拢是2天、3天就发生过啊。是。啊，差4月、5月陆续吼有出来翕，啊，主要伫翕的时间是6月、7月吼，环岛，吼走一年几代？一年半。1年半哦，哇！走1年啊，后来佫走半年吼。是。所以伫中间沿路有啥物发生过事件的人吼，伊家是讲迄个所在吼，沿路去翕安尼。啊，到8月吼，才来公司录影，访问一寡主要的受访者。是。啊，同一个时间就咧剪接啊，用真长的时间去做剪接，因为咱这部片内底这个。关于这个环保的事件吼，大部分拢是已经发生过啊，所以是用这个咱一个公司真有名的这个纪录片导演吼，柯金元师傅吼，伊所翕的一寡吼资料片，啊，不过迄非常的多，爱去消化，去消化这个，对，所以这制作的时间差不多8个月。咱看到这个内底啦吼，讲到对台湾土地这个人物啦吼，过去咱咧讲，你头先就先用这个卡达车。咧这个环岛啦吼，卡达车甲土地关系，你安排这个铺排是啥物用意咧？因为咱要讲的是这个整个台湾吼，在20年中间发生的代志嘛。啊，不过但是一直拢伫访问一寡专家吼、甲学者吼，感觉伤严肃。伤严肃吼。所以我想讲，我咧想讲，咱这故事要对21世纪2000年开始讲起吼。我咧想讲。2000年呐，有一个囡仔吼，伊拄则出世，或者是讲伊7、8岁拄则要入小学，吼，啊到今年20年的时候，伊可能是20岁，或者是讲27、8岁，吼，啊，若是对这个囡仔，伊在20年伊到成长的这个时间来看吼，伊所经历的是啥物款的经验，伊看到台湾是啥物款，所以我想讲，安尼咱来找2-3个啊，这个少年的吼，因为怎真伊都事件吼，在台湾骑脚踏车环岛嘛吼。所以讲，阮就去找这个有一寡专门咧办这种活动的这个单位吼，看卖有迄个20通岁、19岁啊、20、21岁吼左右的吼的少年，因为本身就决定要去环岛吼，啊，阮就缀着因的脚步吼去看，啊，沿路吼，才甲访问讲，啊，你即摆骑到遮吼，啊，你看到啥物？啊，你有啥物感想吼？啊，用这种方式吼来包装吼，较袂遐尼啊严肃吼。对头到尾拢甲听专家咧讲话吼。有人讲，即个看到台湾吼，骑脚踏车，即个行搭台湾规年安尼啦吼，讲真正台湾真水啦吼。啊，水的所在是啥物？我感觉有个人会讲台湾上水的风景是人啦，吼，因为咱的迄个人情味吼真重嘛。啊，无论你行到倒位，咱这内底这几个少年吼，因骑过的所在，有时啊人甲画加油，吼，沿路甲画加油，嘛有人甲叫伊停落来吼。摕一罐水互伊啉，吼！我感觉这种人情味是咱踮咧台湾是非常惯势的一件代志。但是事实上，你看真侪外国来咱台湾的即寡旅客吼，伊若拄着这种代志，伊拢感觉无法度想象，就是讲，台湾人哪遮尔啊友善吼，对着这无熟悉的人，会用遮尔啊好吼。啊，另外一方面，咱会看到咱台湾其实这个岛虽然无讲介大，但是你看到这个经济的变化非常的大，因为咱应该对平地吼，到这个高山3-4千公尺吼，一直变化。你咧骑这个脚踏车的过程中，你会经过着这个都会区吼，农业区吼，你嘛会经过高山吼，啊，经过这个海边吼。所以这沿路你所看到的风景一直在变化，所以我想，无论是你目睭所看到的这个景，或者是讲你在路程中吼经过拄到的人，拢互你感觉到台湾的这个美丽的所在。有影啦吼，啊，其实这纪录片内底，要讲较深的问题，就是讲本土化这个侵华这个问题意识啦吼。这个导演嘛开真侪这个时间去规划，要安怎营造着这个本土化的侵华。你开到这个
规划这个时间啊，是讲伤脑筋、动脑筋的这个部分，用着本土化的这个侵华这个概念，要甲观众朋友说明啥物咧？我感觉着阮一开始要做这个节目的时阵吼，其实你讲这20年到底是要安怎来讲？因为每一件代志拢会讲，无一个范围吼是袂使。所以因为我大学是读历史的嘛，我的惯势就是讲，我要读历史的时阵吼，我会画一张大大的表吼，就是对这个时间安尼写落来，并不是每一年拢会发生重大的事件。但是读历史就是亲像一个网安尼，洗，对珍珠流落来，沙拢会流落去，吼。所以我就请我的助理吼去对这20年来每一年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吼所发生的事件，做一个真大的表。按这个表去看，结果发现讲哇，这20年台湾经过了非常多的事件，吼，在民主化的方面啊，在环保的方面啊，吼，甚至文化的方面等等，发生了非常多的代志。对这个表内底，阮才去讨论，要对倒一寡事件经出来讲。吼。我有一个观念就是讲，你知影咱这个土地袂去经人，袂讲啥物人会用来大，啥物人袂用来大，但是人有脚会去经土地，咱人会去选对你来讲较好的制度，或者是讲生活，还是较好土生活的所在吼，你会去选对你来讲较好的土地去生活。所以在这个戒严的时代，因为踮咧在台湾生活的人，都已经真勇敢徛出来，为着因的土地互污染，或者是讲因的水变有毒，吼，空气有毒，因就开始出来做抗争啊。感觉这就是咱人对这个生活的环境甲土地所做的一个选择嘛。因为你为着要踮这个较好的环境内底生活，你就去做这寡代志，甚至讲伊是戒严、白色恐怖的时代，你嘛是爱徛出来，吼。21世纪甲以前真无共款的，就是咱即马是民主自由的社会。这民主自由的社会内底，你毋免惊讲你今日去街头抗议啊、游行一个吼，明仔载就互掠去关吼。所以咱看到21世纪真大的变化，就是讲，无论啥物代志，拢去行上即个街头吼去做抗争。吼，真侪爸爸妈妈将因的囡仔，佫足细汉的，你看伫影片内已经看到吼，这足细汉的囡仔就缀爸爸妈妈就已经上街头啊吼。我感觉这真好是种机会教育嘛，是民主的教育，就是讲你生活在这个土地，这就是你的权利。吼，这种教育所影响的，就是一种咱人对你生活的土地的欢喜。你了解到咱人甲土地是结合到底的，所以你为了你要生活踮咧这个较好的所在，你会去做抗争，你想要保护这个土地，你想要发展到你踮咧这个土地的特色甲文化，这就是我所讲的。本土化的侵华是一个规定，是，所以导演嘛讲到啦吼，土地袂去经人，但是人会经土地啦吼。但是咱嘛回过头来看讲，其实你的这个破败真正真有意思啦吼。伫回顾一个1986年这个鹿港反杜邦这个运动开始啊吼，尾期我阁看到1987年这个宜兰反六轻的这个运动啦吼，你阁看到这个王定南先生啦吼，这个老馆长啦吼，甲这个。陆轻的这个台塑的这个董事长啊吼，这个王永庆的这个辩论，这个对话，迄当阵宜兰人徛出来，就是讲我反对这个宜兰这个陆轻伫我直接建设，但是当阵台西人选择要直接起这个物件，20年后，因回过头来看，是一种反省啦吼。所以这就是一种我讲学历史吼，历史吼可能放喺历史内底一直看吼。可能30年、50年吼，你才会去检讨一个趋势，吼，甚至300年、500年，你才讲一种趋势是啥物？伊毋是讲3个月、3天、5天，你会去想即个代志。所以你踮这30年后，你来看即个宜兰人吼，甲即个台西人、云林人吼，即个选择，你就知影讲，这就是一种价值的选择。你当初这个企业家，或者是讲。地方政府伊甲你讲了，回瑞，伊讲哦，咱已经制作几十万的这就业机会咯。阮每一年的伊都，互你地方偌尼啊侪钱去做建设咯，等等，互阮要起病院咯，要起学等等。结果你看又实现无？我想咱真侪人拢感觉讲，我伫生活内底，我即摆摕到的上实在。但是你爱想，你敢真是有影活袂落去啊？你所讲的话，你所做的代志，30年后、50年后，在历史上留落来是啥物？是，我感觉这所每一个人拢爱去想的代志。所以这种嘛是这对台湾历史的一个回顾啦吼。继续咱要来请教咱的阿谦啊啦吼，就是讲咱用双手
咧做真侪代志啊吼。头拄仔讲咧，清这个清地啦吼，就是咱用双手咧爱土地、爱台湾吼，甲咱观众朋友说明你咧做的代志。好，其实我做的代志，就是去算啦，吼。去算吼。因为我是足爱算的人，是。爱去自然去算安尼。但是我开始去加入安尼大自然的时阵，就发现讲，足侪工程，在进行，这个工程是讲要互阮较方便去行路，要去欣赏，但是这个工程会破坏咱的自然，所以我就想讲，敢有搁较好的方法去做这个步道，所以就安尼的出发点所以我就走去美国，去看国外的人是安怎来维护这个步道，看因的经验啦吼，是。然后我就把这个手作步道用手来维护这个步道，这个观念带转来其实这嘛唔是讲国外的代志其实咱的祖先因去山路去做那个山路啊拢嘛是用手用咱当地的材料所以为着要甲政府讲，其实有一种更较好的方法，来维护我们的大自然，维护步道，又可以提供行人比较安全的空间，所以我就想讲，咱袂使讲一直咧抗议啦，因为进前啊，我有足侪工程，阮发现有咧进行的时候，咱去抗争已经袂赴啊，因为这工程已经咧进行啊，所以政府就会问讲，你一直在抗议，敢有更较好的方法？是，除了抗议，敢有这个改良风啦，还是你有更较专业？所以为着要提出一个更较好的方法，咱就去研究，所以就后来就招募了很多的志工，那大家一起来参与这样子的运动，慢慢的说服我们政府用比较好的方式来维护步道，是维护这个步道，然后所以导演当中。安怎找到咱的阿谦啊？咱做纪录片就是有设一个主题大概的方向是但是你咧做这个访问的过程中你的熟悉真侪人，因甲你介绍是这个观念甲你的范围就愈来愈扩散出去就愈来愈大。阿谦因做的这个代志就是，咱以前拢讲这个环保的代志，真侪是抗争，社会抗争但是后段实际落去做，就是开始做创作的代志所以我感觉因这个协会是非常赞，就是讲因做的是将古早人一步一步行出来一寡步道去甲恢复，尽量莫去用一寡现代一寡会破坏的环境的物件上自然的方式去甲维持所以阮是在这个访问的过程中人甲阮介绍，阮看到，我讲这个观念甲做法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咱一方面爱讲。对，为了环保，咱出去做抗争。但是咧，另外一方面，咱嘛袂讲现代的人，因为咱以前前的抗争，大部分拢已经做过啊。即马有一部分开始在做开创，甲维护的部分，所以因就是代表我感觉这个纪录片内底是对迄个土地对海边对这个空气每一个方面甲环境有关系，拢照顾，所以这个开创甲维护是这个现主席的 ING 啦吼。咱继续要来个请教咱这个鸭草的这个专案经理啦吼，王希啦吼。其实咱伫咧这个看到这个网络时代吼，对着台湾这个规个咧转变，咱讲过去有这个公民意识吼，伫这个网络开始啦吼，过去可能是侪运动有透过直播的这个方式，但是尾手咧，咱看到其实有人乱使用了。这个网络煞变成一种这个模型啦吼，但是过去伊迄个公共领域的这个概念其实是有的吼。先甲咱了解过去，这个是好的这个部分。尾是安怎有人黑白乱使用安尼？其实是安尼，就是参像我家己本身我家己参加这个算是参与这个社会运动，是为这个2013年，就是这个洪仲秋事件开始的时阵。伫个这个是。伫这个代志进行的时阵，我嘛参像足侪少年人，参像足多人来去
批评讲，足侪少年人敢若会晓伫咧网络顶头，就是看到啥物不满的代志，就敢若会晓去口说啦，还是去讲一寡政府的唔对，啊，毋过你嘛袂晓做啥物代志。我伫咧迄当阵进行嘛是安尼，啊，迄当阵伫咧即个迄个早期的时阵，算是一个网络一个叫做咱叫 PTT 即个平台吼，足侪人伫使用，嘛是足侪我讲足侪，叫咱敢若会晓甲咱口说，即款咱用声明，即款足侪人，我本身以早嘛是即款的声明安尼啦吼，毋过即个代志吼。即个2013年，即个算是洪仲秋事件的时阵，上特别的代志是，参像迄当阵阮伫咧讨论的时阵，因为足侪人就愤慨嘛，是，所以讲大家就咧讨论讲咱能做啥物，所以讲讨论了后，大家就真正伫咧约出去，讨论讲无咱来去参像导演拄仔讲的，咱去抗议嘛，吼。迄当阵拄开始咧设想的时阵，大家嘛是想讲，可能是无偌济人吧，因为你知影伫咧网络顶头，足侪人爱讲就讲，1万人来去讨论，结果加一，甲尾后加一个人去现场安尔，所以讲大家咧讨论的时阵咧想讲，可能会当安怎来去创作，无想到讲，尾后真正有25万人伫咧即个总统府顶头，总统府顶头前啦，吼，伫咧遮抗议。即个代志毋单是对我本身来讲，毋单是讲25万人徛出来，上重要的代志是讲，尾后即个法律的即个修改，是确实真正是杀到即个修法。所以讲，像我本身是读法律的，以早时阵阮读法律的时阵，拢想讲即款法律咱可能就是干来当来去使用安尼啊。可能你若做，不管你是做法官、做律师你就是用这来去辩论安尼啊。以当阵毋捌去想过讲，咱会当靠咱公民家己的力量，会真正会当去改变即个法律，改变即款不公不义的代志。是。所以讲，我感觉即个代志确实是上重，对我来讲上重要的即个改变啥咧。而且我伫咧改的时阵，甲足侪即个来参与的即款民众伫咧开讲的时阵，有足侪民众，我看起来拢是真正是少年人。是。是讲有的是少年的即个爸母看到因的囡仔呢。我参像甲伊咧讨论的时阵，足侪人拢是头一遍来去徛到即个街头，对。所以讲我当阵有一个上大的即个改变，就是足侪人甲我共款，而且你拄开始来去关心即个社会了后，你就我的讲法就是你无法度转去啊，无法度转去你当初，你无法度翻头，无法度转去你当初以前迄款，敢若会当去关心一寡即个咱叫做小确幸一寡生活的代志。所以讲开始伫咧网络顶头就足侪人为迄个时阵开始来去讨论即寡代志，甚至就讲参像即个2013年的时阵，2014年的时阵，即个318的事件，就是即个去占领即个立法院的事件嘛是，即个算起来，网络嘛是对着即个杀着即个运动是足大的即个关键。有影啦吼，咱等下再来好好来讲讲，即个网络本地是真好即个公共领域啦，但尾啊有即个变质去，即等下咱先来，等下再来好好讨论。咱想要带大家来看讲哦，咱伫网络头顶即个使用吼，新一代少年人因是安怎来使用，还是讲过去即个咱头拄有讲到啦吼，即个导演安排着足侪即个学生啊。还是讲去宽导这个部分吼，做这个用意就是讲要对这个土地这个人物吼，绝对不是对课本安尼知识尔吼，实际行过，甲你打过吼，这个人亲土亲安尼一步一脚安尼打出来吼。咱嘛讲到这个媒体啦，新媒体这个使用到底是安怎发挥伊的这影响力，咱先做伙来看。21世纪的台湾是虾米款的台湾？即当阵的台湾，有年岁无相共、老共钱的人，用无共的方式环岛，用家己介意的速度，熟悉咱生活的这块土地。徒步环岛过后，地理课本上、历史课本上看到的名词，全部就出现在我眼前。那是一个有既视感、实际走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很强烈的感受。我的台湾价值在这个时候开始出现。我是中山。
其实我们当时身为高中生，那种素朴的正义感，我们不希望属于台湾人的历史记忆被抹除、被遗忘，变成一套和我们的土地陌生的记忆这样子。21世纪的环境污染或者公共议题，公民团体甲全国的民众，拢会规个正我来拼死阻挡。台湾的环境，才看会到一丝仔光明。这款场面，过去20冬到今，愈来愈接看，可见台湾的公民社会渐渐在咧形成。爸爸妈妈很担心孩子。我们线上广播现在上面已经有超过2000人正在看我们的现场，这是我们有学生架起来的中英文的双广播。网络的工具对电脑发展来到平板，搁有手机啊，一人一支手机的情形下，网络的乡民唔但讨论公共议题，武串联、耍直播，拼出将军阀的体制都演颠动的社会运动，连乡民家己都看甲硬去。刷了，在咧这款基础下底，继续行对下一步。现在这样的一个民主自由的空气，大家几乎都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不想要失去呼吸自由空气的机会。网络的这个力量实在是真强，然后对台湾这个民主化、这个社会、这个进程吼，是真正有帮助的。不过咱讲最近吼，看到真侪这个假新闻也好啦，还是讲侪这个网络顶吼，咱讲网军啊吼，底下战来战去，还是讲港温战这款这个讨论吼，咱伫这个影片内底其实嘛有讲到吼，继续先来请教这个王希啦吼，就是讲要怎突破这个港温战，还是讲头拄仔咱讲卖甲这个网络乱使用，亲像这个网军事件是假新闻这个事件咧。其实是安尼，我讲先讲一个观念，就是讲假新闻还是讲假这个消息，伫个即马这个时代算是一个足普遍的现象，所以讲大家足烦恼的。啊，毋过我甲大家讲一个观念，就是讲假消息还是讲假新闻，这个物件其实一直拢伫咱这个人类的这个社会内底是一个足普遍的代志，因为咱人的这个上基本的这个想法，上基本的这个习惯，就是咱就爱听一寡较谣言啊，还是讲较好笑、较离奇的代志。所以讲本来这毋是啥物足重大的代志啦。啊，毋过一个过去的时阵，这个媒体算是讲，因为古早的时阵，咱这个网络也无遐尼这个发达的时阵，所以讲这个媒体就是扮演着讲较重要的这个角色，就是讲伊爱去比如讲去查证这个事实，还是讲去监督这个政治人物，吼。啊，所以讲为什么过去咱会感觉着讲这个假新闻的问题遮尔严重咧？其实是因为可能咱台湾这几档这个媒体并无着算是讲负起着因较重要的这个责任。那网络这个物件本来就是一个工具。所以讲，每一个人拢伫咧这个网络顶头，人来去讨论。若是讲大家来去较理性的这款去辩论，还是讲去讨论的时阵，网络就是一个真好用的物件。所以讲，参像阮伫咧做足侪这个工课的时阵，阮拢会用这个网络来去讲，种算是讲，互大家来去对顶算是讲对话，还是讲做伙来去协作这款什么物件咧。啊，毋过。嘛，足侪人会当用这个网络，像即摆，比如讲 Line 啊，还是啥物，这寡这个群组内底，算是足侪人伫咧传一寡假的新闻、假的消息。所以讲上重要的代志，还是讲咱公民的意识，爱去了解着讲，可能你看到这个每一个物件，毋是拢是真的，爱去分辨这个真实的物件。是啊，伫咧阮的这个研究甲即个观察内底，嘛发现着讲，足侪媒体哦，像咱公司就是真中立吧。啊，毋过毋是每一个媒体拢是真中立的，所以讲这嘛是一个程度，算是一个真大的问题。所以嘛，佫请教各位啦，就是讲回顾这20年来吼，网络科技伫咧台湾这个影响，其实是有的，但是头拄仔咱嘛讲到面册啊，是讲这个社群媒体 Line 啊等等的这物件出现了后，其实就是有这个假消息，还是讲假新闻出现，啊，你家己挑伫放伫这个主题来讨论，受这个用意伫咧嘛吼。
因为这21世纪这20年，我想甲以前上大的无共款，就是咱即马教育的工具吼，毋是敢若学去读册啊，或者是讲读报纸吼，这种物件。啊，网络这个进入了咱的生活内底吼，比如讲脸书吼，面册这是超2009吼，传来台湾吼。啊，日本311的这个加动了后吼，才有这个 Line 吼，嘛是传来台湾。啊，咱这两个这个工具吼，就是即摆咱台湾上流事件的吼，对。啊，但是这种传播吼有伊的好处，因为非常紧，但是伊嘛有伊的歹处，就是因为是封闭的吼。所以你若是甲你较熟的一群人内底吼，你讲江文站内底吼，你所传的消息甚至是假的吼，散布这个谣言吼，嘛是共款无人知影吼，这是非常危险的。但是我感觉台湾21世纪有一件真上重要的代志，就是土地甲人，但是咱的人发生的转变就是公民的意识吼开始产生吼，因为咱知影非常多这个公民团体吼，非利益的这种组织吼，一直在做这种无论是土地啦吼、妇女啦吼，还是啥物各方面的拢有一寡公民的组织在做这的社会运动吼。啊，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之下，咱有一寡叫做现代公民的人吼，就是为着别人的利益，伊会行上街头吼，去流着家己的目屎吼。啊，我感觉这现代公民是非常重要。你看咧，咱去年吼发生了真侪这个假消息、假新闻吼，影响到咱社会，甚至这个选举吼了后，台湾社会马上动起来。咱开始规个整个社会内底吼，真侪这个甚至讲这个咱所讲的这个网军吼，但是嘛有一寡本来是叫做骇客的人吼，伊就开始去组织吼，黑客松吼，对，就是因开始去成立真侪组织，会用互你查证，是啥物消息是正确的，啥物是假的，吼，啊马上做更正。所以你看今年甲去年有非常大的无共，嘛有个咧事实查核中心嘛。所以你讲去年的假新闻对台湾的攻击，就是亲像病毒共款吼。啊，今年台湾譬如讲拍了有风针吼，是着注射啦吼，今年开始有免疫力，吼，所以咱这个社会规个拢动起来。但是在这个背后，主要我感觉是台湾这个公民吼，公民意识吼非常的普遍，吼，大家教育程度拢有够好，所以咱才会用真紧的马上对这种假新闻的这种攻击吼，马上甲主动起来。是，自信21世纪之路啦吼，其实这个纪录片，佮有这个文化力的这个产生吼，继续咱要来请教咱的这个过去，咱讲今年吼，伫咧2019年伫咧屏东的这个灯会，真正是有影成功啦吼。我屏东我骄傲啦，迄当阵这个咱的屏东县长嘛是真娱乐啦吼。咱继续要来请到咱的这个，迄当阵嘛是这个上大的功劳之一啦吼。咱来小解一下，就是讲文化力伫咱自信21世纪之路内底扮演着什么款的这个角色？就是讲今年的屏东灯会是台湾第30年的灯会，嘛是第一摆办伫咧屏东遐远的所在，这伫网络顶管啦吼，民众伫咧讲，毋是有介远啦，是夭伤远，是有够夭伤远。这是第一摆办伫咧屏东的灯会吼，高铁无够，啊火车嘛无够。啊！你爱开高速公路，爱开到上尾，才会到。伫咧东港的这大鹏湾，那选伫这个所在哦，其实讲，这个所在有足水的这个海景，啊，伫咧日头落山的时阵，这海边啊是非常水吼。那这个风景其实是第一摆选伫咧选伫咧观光局的所在，那以前的灯会拢是伫咧交通足便利的所在，就伫咧高铁边啊，吼，找这空地，然后用做一个灯会，啊，但是讲办伫咧屏东咧，其实是算是讲第一摆第一摆去尝试啊，吼，第一摆去尝试办伫这个所在。那因为是第一摆的关系哦，所以讲这届灯会哦，其实咱伫想讲要安怎去改变
因为300年前这丁会其实是一个庙会，啊，就是这庙会使做回来去办一个庙会，那30年以后，啊，其实这个丁会咱就想讲要安怎来改用做来改变，那用第一摆尝试就是用这个设计会使来改变，那所以讲这届丁会咱第一个改变就是讲以前拢是用这12生肖来做主丁，这回真无共款用这个乌昂层吼，是。你知影这伫咧东港啦吼，这渔民拢是用这乌托罗，乌托罗是因这精神指标，所以讲第一摆就是想讲会使用这乌托罗来做咱的主丁，啊，伫咧东港这乡亲呢，就会讲，即届的主丁较无共哦，甲以前拢无共，这是咱的主丁，所以讲其实咱想要讲会使用这主丁的改变，会使去互这东港遮的乡亲会使感觉讲这是因要留落来的丁，所以讲留落来丁甲这个土地关系啦。对，以前的主丁其实丁会结束了后，拢唔知要放去倒位，我要甲伊藏起来。有诶，迄这个丁会可能亲像阮这个南投吼，这个较早也无办过这个丁会时阵，去甲人迄无别个县市无爱这个主丁放伫咧这个文献馆头前啦吼。啊尾手这南投才有家己办这个丁会吼，才有留伫遐啦吼。就是讲这个主丁这个尾手这个。要去安怎回收也唔好，也是讲要去放去倒一个县市也好啦吼，这是一个部分啦吼。啊，咱讲即回用到这个东港乌托罗也好，也是讲乌网层也好啦，其实对着这个本土也是讲在地居民这个季节是真深的啦吼。继续咱先带大家来看讲吼，咱头也讲到这个屏东的这个丁会，咱就先带观众朋友来看咱这个铁đảm人吼，伫这个丁会所做这个拍拼啦吼，咱先做来看。如果以土地为主体来思考的话，其实不管是有什么样子的移民以及移民来到这样的一个土地的先后顺序，从土地为主体来重新思考台湾呢其实我们更有条件去面对世界。21世纪上界大的特色。是按土地甲本土的历史内底，找到创新的灵感。电子商务，互济店头倒店关门，甲因替换是独立的音乐、独立册店，阁有自创品牌的农民，甚至独立的游戏公司，连白色恐怖都会当变作游戏的题材。这更加会当说明讲，台湾已经会当正面看待。这块岛屿的历史伤痕，安尼才会当重新思考人甲土地认同的关系。再就是动议条文通过。若讲台湾本土化的主体是土地，台湾的生态多元佮丰富，就会当互生活伫这块土地顶悬的人充满自信。安尼生食。生活踮伫遮的人，敢会当原啊多元佮包容，互这片土地嘛感觉骄傲。本地扒远的码头仓库、分厂、酒厂、糖厂，拢变作文创的基地，百款的展览演出，规年透天伫台湾各地头咧进行，环保、历史、科技。传统工艺合作一体，这款对现主时甲过去的牵连，人甲环境的关系反省，无定着就是21世纪台湾的特色啦。这400年来，其实台湾不管是经历了原民时代、荷西的这个统治、日治时期，然后到汉民族的外来文化，共融到整个岛内来之后，其实我们把它融合成了一个非常包容力非常强的一个特色，跟我们台湾的价值。
台湾人是真正有这个自信的这个部分啦吼，但是讲安怎展现咱的这个自信，实际安怎做啦吼？其实咱拄仔讲到，透过这个灯会吼，嘛是一种这个实践的这个可能吼。咱先带大家来看讲这个史上上水的这个灯会啦吼。咱讲到这个17天的登记哦，有1339万人哦入场的这个记录啦吼。咱头讲到我屏东我骄傲嘛是变成这个流行的这个语言，啊嘛成功来行销着咱的屏东啦吼。啊头一届咱用着这个乌土路，也是讲这个乌网层作为主灯啊吼，这个形象啊嘛甲这个在地季节是真深的这个关系啦吼。继续咱要来请教这个导演啦吼。其实咱嘛讲到这个纪录片，或者这个自信台湾啦吼，就是讲这个生命这个养分拢来自这个土地啦吼，甲生命这个情感，你安尼这个做铺排落去，你感觉伊的这个影响力会是啥物咧？我感觉吼。人甲你讲的意识形态，甲你灌输的吼，所产生的影响，甲你本身在这个土地生活，你有欢喜，你有感觉，才去创造出来物件是无共款的。因为你是对你的生活内底去体验，啊去创作着这个甲土地有关系的这个作品吼，这种物件别人摕袂走。而且咱21世纪吼，你讲这是全球化的一个时代吼。你看即马若放假的时阵，咱的少年吼，凊彩会入去坐日本啊、东南亚啦、世界杯吼。但是在这个全球化这个流行之下吼，虽然咱啉的物件、咱食穿的衫、食的物件拢相像，但是愈本土化就愈有特色。所以咱在咱在这台湾的这土地吼。所创造出来这个文化吼，对，互你产生自信，因为伊会得到这个国际肯定。所以咱看到讲，你看咱的这个今年吼上轰动的这个作品，就是番号，吼，这是电玩，伊是用白色恐怖吼，这个白色恐怖是发生在台湾的事件，去所做出来一个电动玩具游戏吼，改编做电影，将来可能会做电视吼，所以这就是用咱本身的历史。甲咱在这个土地所发生过的代志，去产生出来灵感，吼，所做的创作，这个创作就是只有台湾有的，吼，这个养分呐，吼，嘿，比如讲东港，吼，伊个乌土路，伊用这个物件做伊一个展览的发想，吼，所以伊所做出来物件嘛是只有屏东才有的啦，吼，咱在台湾其他所在可能拢无，吼，这就是伊的特色，吼。我感觉到21世纪咱台湾人会用产生咱的自信，就是因为台湾人，你开始对你甲土地关系开始有这个自信，吼，你开始有去关心到你生活的土地，你在你生活内底找到灵感，啊，你所创造出来的物件吼，都是有你本身的特色，这个特色会用得到全世界的肯定。在这个所在，你就得到你的自信。是，好，咱是独一无二的。有影啦吼，继续咱要搁请教咱的阿谦啊啦吼。其实咱讲过去吼，你2006年做这个志工开始啦吼，你有写过一篇这个文章吼，投去这个平面媒体，啊，迄当阵叫做这个川林下溪这个娃娃这个双腿啦吼。这个到这个尾啊吼，你写这篇文章有啥物回响伫咧？迄是我看到一个广告，广告就是迄四轮车去溪内底，安尼。其实我就想要买车的啦，啊，但是我看到迄个广告，我就想讲，安尼破坏咱代志哪会安尼吼？因为咱去溪内底有足侪鱼啊，啊，我们去这个涉溪的话，其实会对环境造成影响，所以我就写一个文章安尼。啊，我无想到吼，了后就网络就有人开始传，嘿，啊，结果迄个广告，迄个公司啦吼，就打电话互我，嘿，讲啊无啥物款的广告你看，拍较好啦吼。结果这个广告就下架，所以一个月尔，就因为大家力量吼，所以这迫害自然的代志就被这个观念就被导正。啊，了后我就想讲，哦，原来吼，其实一个人会使做的代志，嘛是真大的哦。吼，所以我后来就开始关心另外一件代志，嘛是甲人去算有关系啦吼。就是咱政府讲要做缆车，哦，啊缆车要直接要游去玉山，哦，我想讲，安尼刚好，吼，咱应该是爱用咱家己的
上骹吼，去行路，去啊咱自然内底吼。是。啊，结果咧，咱政府甲阮讲，你拢无考虑到迄种行动不便，吼。啊，我想讲，嘛对吼，应该爱想这个代志，吼，所以我就去拜访，就是那个身障的团体，吼。结果因甲阮讲，伊要去坐公车，也是要出门，拢足不方便啊，吼，那有可能要去坐缆车，吼。所以阮就想讲，咱毋若是抗议，咱应该爱出力，吼。所以我就将咱游行的那一些团体，吼，组织起来，嘿。啊，大家拢办一个活动，吼，选一个所在，带因要来去看赏鸟啊，吼，看自然啊，吼，啊，所以这一连串的这些行动，其实基本上都是从就是反省人跟自然的关系，人跟土地的关系，然后我们再进一步用行动去解决。是啊，用尾啊，这个过去这个抗争这个运动，尾啊用这个实际这个作为来去。执行啦，实行啦，吼，继续，咱先来看讲哦，佮甲大家小解这个纪录片，这个所有这个导演讲过的话啦，吼，过去咧导演嘛讲过，生命是这个养分哦，来自这个大地啦，吼，生命这女定每一脚步拢是伫咧土地头顶啊，人对生活这土地产生感情啦，吼，啊嘛看到21世纪的这台湾人已经有这个现代公民的这个觉醒，咱嘛看到这个电影吼，是讲这个纪录片，伫土地也是讲政治、社会、文化。族群内底拢有真深这个本土化、侵华这个概念意涵伫咧啦吼，所以咱讲到公民素养啊，是讲侵华土地认同的同时阵呢，咱嘛是共款有这个文化的自信啦吼。啊，其实导演嘛安排着，咱头拄讲到，自这个反杜邦这个运动开始啦吼，做社会运动开始，啊到尾啊，咱有这个觉醒，其实有的人啊，可能318的时阵行上街头，但是伊毋知这个社会运动这个起源，台湾的起源是啥，所以你有做这个铺排啦吼。咱先搁带大家做回来看。咱看这个最近土地环境甲人权吼，这个1988年内底，咱有这个520这个农民运动啦吼，啊1990年代咧，佫有这个野百合哦3月这个学运，啊佫有这个反国光石化开发案哦，这个嘛就在咱导演的这个影片内底出现啦吼，啊2010年咧9月时阵嘛有白玫瑰这个运动，咱嘛有看到2010年到2014年这大埔事件啦吼，这个要来征收咱这农地啦，破坏土地甲人权，这个原理咧，2010年代咧嘛是有这个原理反风车这个运动啦吼。咱看到头拄仔咱嘛讲到洪仲秋这个事件吼，其实嘛是改善着军中这个人权，要求军队社会化啦吼。啊，日头花运动咧，佫毋免较讲啊，这个运动内底嘛是占这个导演这个讨论的一大部分啦吼。啊，2015年咧推动国土三法啦吼，头拄仔咱有请教着王希啦，讲到这个反仲秋这个事件啦吼，就是要甲反对这个军队吼，这个破坏人权这个部分。啊，其实头拄仔嘛讲到这个例啦吼，这个网络的力量甲伊牵起来。咱即阵要来讲吼，安怎这个突破这个降温战啦吼，内底这个导演纪录片内底讲这个外国人讲伊是过滤泡泡啦吼，就是讲咱要安怎借着这个自信21世纪这个部分吼，甲这个降温战甲泡破，促进咱规个整体这社会对话咧，透过网络也好。是，所以讲我拄仔讲过了，上重要一个想法就是，咱爱去了解着讲每一个消息拢可能是，拢有可能是假，所以讲咱爱有这个力力去去差别这个是非吼。啊，所以讲拄仔这个导演嘛有讲到，就是讲为去年开始，咱规个这个台湾社会拢规个动起来，就是开始去反制这个假消息的这个问题。啊，拄仔伫咧影片内底看到一句话，就是咱拄仔咧讲这个同性恋婚姻的这个时阵，大家伫咧话讲亚洲第一嘛。哦，有一个大家拢讲足欢喜的。其实，比如讲，即马咱台湾这个对抗这个算是假新闻的这个方法的时阵，咱嘛已经袂当讲，无一定会当讲是亚洲第一嘛，已经是这个算是这个亚洲足侪国家来甲阮采访甲来甲阮参考。为这个去年开始的时阵，参像阮阿草就开始咧做这个选举的时阵，就去做这个政治人物的时阵，咱讲叫做 fact check， 就是讲事实的这个查核。啊，毋过这个事实查核，毋是干那是事后的时阵来去查核，
而且是伫个现在时的时阵，就是讲因伫咧讲话时阵，比如讲因咧直播的时阵，咱就直接来去讲，伊即句话讲了是对还是毋对。所以讲算是讲马上的来去讲，马上来去即个算是讲出来讲伊有啥物问题安尼。啊，即个代志，亲像讲今年的时阵，伫即个总统的即个选举的时阵，阮嘛是开始做，不管是即个前几日的即个政见发表会的时阵，阮嘛有咧做即个物件。啊，毋但是阮咧做啊尔，其实即世界上足侪国家拢观察到即个现象，所以讲亲像讲前几工的时阵，即个日本的即个 NHK 的团队，因就特别来甲阮采访，采访就讲阮因嘛是拍一支算是纪录片。所以讲，伊来去采访，就讲记录讲，阮安怎去做即个 fact check， 对，而且是 live 的即个 fact check， 所以讲，伊就开始去查好即寡代，开始去记录即寡代志。所以讲，拄仔讲着讲，咱安怎台湾安怎搁较有自信？我感觉着讲，伫咱即个台湾社会上重要就是，咱每一个台湾人对着即个民主自由甲即个重视即个人权即个物件，应该先是咱 DNA 啊啦，就是讲是咱足习惯的代志啊。是啊，安怎去保存，安怎去维护即个咱讲会当去轻松的去使用，还是讲去了解即个民主自由人权的即个社会，其实咱是爱去努力的，袂当讲咱会当安怎凊彩传即寡假的消息啦，即寡代志拢会去破坏着讲咱的民主自由甲人权。所以讲安怎会当用即个网络来去，其实网络无法度帮助咱去抵抗即寡假新闻。嘛是因为人啦吼，人的这个所以讲爱去抵抗即寡假新闻，上重要的是是人。回归着对，是人，是讲咱爱有去了解着讲安怎去了解即个是非。所以咱看嗰个去年啦吼，去互即个假新闻即个病毒拖到安尼啦吼，啊，即阵咱会当有即个抵抗力啦吼，啊嘛互即个 NHK 来采访嘛是咱做事实采访即地有看到即个成绩啦吼，嘛是咱自信台湾人行出即条路啦吼。继续咱要来请教，就是咱文化力的即个部分啦吼，咱过去。就是头拄仔即个导演嘛讲着，咱过去可能会当用着咱过去可能是威权的即个背景，甲伊转化做是咱写故事啦吼，是讲说明故事的即个一个重点啦吼。啊，对于你做一个文化人来讲，咱要怎继续行出这条自信的路咧？其实讲以前啊吼，我看到讲政府做一寡无较无好的代志，吼嘛是会伫网络顶悬嘛是会甲政府骂啦。但是我即摆想讲。会使甲政府合作，其实我是感觉讲，即马少年人其实应该站出来，毋是讲伫网络顶悬做一个声明尔，应该是讲站出来。有一寡时阵有机会会使甲政府合作，甲用政府的游戏规则，咱来杀伊来做改变。就是亲像讲，即届灯会，也是讲伫咧2017年台北四大运，足侪设计师也艺术家，伊站出来，甲这政府来去合作，来互国际上足侪国家会使看到讲，哇，台湾会使做出遐尔水的物件，会使做出遐尔赞的这运动会，这作品，然后是讲，其实。政府是想要改变的，但是伊可能唔知影用什么方法，这时阵民间的力量就会使站出来，因为民间的力量唔是讲咱伫咧政府后壁，该做干桥，该骂，实际行动，这是咱的自信。我是想讲，台湾这个土地，咱伫咧即个土地学到的物件，伫即个时阵，就是会使甲政府合作，会使互国际上足侪国家会使看到咱的力量。是，这个自信吼，毋是伫咧网络顶吼骂政府尔，你这个甲实际这个作为提出来吼，才是这个自信台湾人应该有的吼。最后，咱阁请这个导演吼来甲咱说明一下，就是讲这当时要播，伊是正月初5吼下播吼。会伫台语台播出，啊，正月18吼，会伫公共电视的频道会播出，啊，
13、14啦吼，13代、14代来做报上啦吼，所以咱头头嘛讲到真济，咱有做实际去做手作报道的啦吼，嘛有伫网络顶为咱这个公共领域来拍拼，嘛有咱文化力的这个代表啦吼，所以嘛有咱导演啦吼，甲这个这个综合起来啦吼，就是甲这台湾人的这自信吼，勇敢的台湾人做一届来做一个呈现啦吼，所以咱嘛继续邀请乡亲好朋友伫咧正月初5，还是讲正月18吼，台语台的时阵，咱用这个全台语的这个放送啦吼，啊13频道咧，嘛是有这个华语版的这个部分啦吼，所以非常感谢4位来宾来到节目现场，嘛希望咧，侪观众朋友哦，做回来参考啦吼，感谢。